各位鄉親，咱先來關心，佇咧彰化鹿港發生一件死亡的車禍，有一個高中生騎微型電動二輪車出門，那像為着要閃一台要駛環頭的奧多擺，去弄到路邊的電火條啊，不幸過往。警方講，這台要駛頭的奧多擺，駛動時並無違規下過雙黃線，雙方嘛無相撞，不過因為有因果關係，要是愛依法上班。救護車趕到現場，趕緊搶救受傷人，因為衝浪力頭傷過大。這17歲姓張的高中生傷勢嚴重，當場失去意識。初步評估，他患者意識不清，右大腿有明顯骨折。監視器翕代志發生的過程。7月早起7點左右，姓林的女技師騎機車佇彰化鹿港6號路4段咧迴轉，準備駛入對向的機車道。不過技術這大角度的迴轉，讓後邊騎微型電動自輪車姓張的高中生未負反應，規台車失控弄到路邊的電火條啊！伊迴轉可能向陽騎進來拄青燈來，迄個少年仔青燈來啦。伊迄台奧多擺，伊加水加好，要挖無看的奧多擺啦。因張姓高中生因閃避機車騎士不慎失控，擦撞路旁電線桿。林姓機車女騎士涉嫌過失致死罪，依規定函送。姓張的高中生因為傷勢傷過重，緊急送醫也是救無轉來。警方排除雙方是酒後騎車，不過兩車雖然無相撞，姓林的騎士也是駛到路口才迴轉，不過車禍原因也受因果關係，所以依法將姓林技師上班。交通團體表示，未少用路人管社會路邊起步，就直接一擺還錢，還過真濟車道迴轉，也影響直行車動線。我們應該先逐步的一個階段來做。先從路側起步，匯入主車道，匯入主車道之後變換到內側車道，然後呢，從內側車道回轉之後呢，再逐步匯出車道。台灣交通安全協會表示，用路人應該用順序迴轉的方式以外，直行車經過路口也愛護防固駕駛的觀念，減速慢行，才能避免同款的意外個發生。記者綜合報道。